学到这里，再继续往下学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叫做揽雀尾，分为左揽雀尾和右揽雀尾，所以动作是一个朝左，一个朝右，动作是一样的，但只不过方向是不一样的。首先是左揽雀尾，我们要朝左做到抱球的动作，上步跟之前所有的上步都是一样的，是朝斜后方。像第二个动作揽雀尾一样，右手按在胯的旁边，左手朝前，身体转向前方，然后右手往前带，这是左手也打开，两只手是这样的，然后两只手一起往后拉，同时我们的脚又这样变成了打开的动作，左手停在这里，右手继续往后拉，回搭在左手，一起向前推出，左手搭在右手的手腕部向前推出，然后两只手分开，两只手这样分开，下按到腹前，同时翘起你的脚尖，左脚脚尖推出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揽雀尾动作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方向示范。推，分手，下按，推掌，很好，再来一次。好，我们再来做右边的揽雀尾，这时身体慢慢转向正前方，将左脚的脚尖扣到前面来，收我们的右腿，抱球，好，往你的右后方迈步。动作跟左边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这时是右手在前，左手按掌，两只手往后带。好，右手停在这里，左手继续推，分手，下按的同时翘起你的脚尖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正面的示范。抱球，分手，下按，推掌，很好。好，我们把这两个动作连起来做。从我们的倒卷红，最后一个倒卷红，看一下这个方向的示范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把前面所有的动作都连起来做一遍，从起势开始。
上翅，搂膝凹步，手挥琵琶，倒卷红，揽雀尾，左揽雀尾，右揽雀尾，好，接下来我们从揽雀尾继续往后学。下一个动作叫做单边。首先我们把身体转到前方，右手变成勾手，然后左腿向斜后方迈步，同时打开左手，把我们的后腿伸直，这样。好，下一个动作叫做云手。首先呢，我们扣左脚，将身体转到前方，双手打开，先左手过来，跟半步，2、3、4，右手成勾手，左手向前推出。这个动作跟刚才的动作是一样的，都是单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下分解动作的教学。从我们最后一个揽雀尾的最后一个动作开始。好，将身体转到前方。首先是脚，左脚向前扣，右脚也向前扣，然后我们的双手也跟着过来。好，然后收左脚，将我们身体的重心转移到右脚上。好，这个时候双手拉到右边，然后右手成勾手，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勾手的形态。好，然后迈左脚，将左脚向你的斜后方迈，像其他动作一样，然后打开，左手推出，右腿蹬直。好，这是一个单边的动作，然后我们再收回来，身体前画一个弧，左手过来，右手从下面过来，跟半步，云手，1、2、3，到第4步的时候，右手提上来，左手搭在这里，同样的向斜后方迈步，按着。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云手的手部的动作。云手是这样的，我们做一个练习，原地的练习，双腿回去，然后左手从上面过来，右手左右左右，手上的动作就是这样的，看一下侧面。我们跟上脚上的动作就是这样的，半步，
最后一个。OK， 我们把这节课的动作连起来做一遍。1、2、3、4。OK。好，我们
做这个双风棍之后呢，双风棍，双风棍之后呢，我们转身。现在我们要往另外一个方向打，转身，同样的动作，左脚，左脚，再来一遍。跟我们刚才是同样的动作，只不过一个是朝前，一个是朝后。然后